后来这3个方裁定，都要继续来收押立委廖国栋、陈超明、苏振清，为了要求来交保，苏振清竟然讲，当年大学联考的时阵，伊的英文是考0分，所以伊根本就无可能会逃亡到国外。廖国栋嘛讲，愿意付500万的交保金。咧调查这个案件过程当中，嘛来看出着案外案。 讲有人甲苏振清来吐头，讲检调咧追查这个案件咯。即卖检察官已经立案，要来查看是毋是有内神通外鬼。交保出来。从我先摆号，7号。我是向冤枉的立委赵正武向收押2个月。伊甲记者讲，村的日日看伊，才甲大家讲。 检调发现讲，伊有财产不明，还佫有走水的情形，无报请回。伊的表情看起来轻松啊，其他立委咧。立委陈超明因为涉嫌收100万去检方问询的时阵，伊讲针对所告案，伊完全无清楚。200万的基约是选举的赞助，伊还佫讲去关较戆去啊，毋知影讲会期已经开始啊，裁定收押。过来立委廖国栋，伊甲你讲着糖尿病30天啊，有心脏方面的问题，愿意用500万交保。伊律师讲卖替人民监督美国猪肉。 纠正无效。另外是苏振清，伊讲和李兴良只是有钱的往来，伊嘛讲伊有心脏病发作，介好就医，啊，佮讲国外无自产。伊佮讲伊过去联考的时阵，英语是0分，所以无可能去国外。合议庭是认为3位是涉犯贪污治罪条例第5条第1项第3款，而认为应该予以羁押。收贿案佮逼出另外一件，就是原来当年替苏振清甲李兴良看线的是前立委蔡洪龙。 我跟他讲说，不正常的金流可能未来会被司法调查哈。那至于说检调在侦办这个案子，我们是完全不知道啦。我们只是基于善意的提醒。李兴良讲，当时蔡洪龙和苏家全的特别助理高建志，伊捌通知苏振清讲，已经去调查局追查涉贪这个代志，而且佫去用监听。李兴良才会建议讲，用有钱的往来这款的讲法。但是蔡洪龙讲，伊无清楚有检调追查这个代志，北检认为讲有涉到。 秘密的情形已经分案调查，到底是谁内神通外鬼？